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咧想帶大家睇一個粉嶺 One Innovale 4房雙套連天台嘅特色單位。One Innovale 位處於粉嶺嘅聯和墟，項目咧設有呢個會所，裏邊嘅設施都非常之完善㗎。項目周邊咧亦都有街市啦、交通總會啦同戲院，買嘢、食嘢、玩嘅應有盡有。好啦，咁講翻個單位先，呢個單位咧實用面積1013尺。有65尺嘅平台，仲有一個咧855尺嘅天台添。一入到嚟單位啦，就係客廳。咁咧，你會見到咧呢個單位最大嘅賣點咧就係個景觀，佢就望翻晒成個 One Innovale 嘅內園嘅。嚟到廚房啦，咁咧景觀咧一樣咧係望翻去 One Innovale 嘅內園啦，一路望住呢個景觀，一路煮飯咧都相當之寫意噶。每間客房啦，空間咧亦都相當之充足嘅，可以擺到床啦，又可以擺到櫃。除咗主人房之外咧，單位咧另外有多間套房嘅。主人房咧例牌有2面嘅採光窗，採光度十足。咁咧套房咧亦都用咗呢個名廁嘅設計。嚟到天台啦，發電商咧仲送埋燒烤爐俾你，等你得閒咧可以同啲小朋友啊、屋企人啊上嚟一齊燒下嘢食，開下 party 咁，真係諗起都開心啊！好啦，咁我哋今日睇完咁多先。如果跟住落嚟想睇我拍咩嘅話呢，歡迎喺下邊留言話我知啊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